人同我嘅經驗同埋呢一個出當中咧，呢兩年當中咧，我哋都學到一啲功課。300人可以，有未啊？下個第12節，第12節。讀到第10節，揾329節，第一章以前我讀過啊，不過咧今次咧，因為講到呢一點咧，我哋要再提醒大家喺聖經嗰度嚟到彼此勉勵。第12節，我哋大家一齊讀呢度。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被試探，人被試探，不可說我是被上帝試探，因為上帝不能被惡試探，他也不試探人，更覺人被試探，但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私欲既懷胎就生出罪，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。我親愛嗰呢個試探咧，耶穌40日禁食之後咧，聖經有講佢受試探，係咪啊？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哋咧試探第一點係個人經過，但係你有冇靠主嚟到勝過咧？係咪靠聖經嘅話語而勝過試探咧？講起聖經話語咧，我最後咧喺由TLV去羅山嘅時候咧，有個猶太女人啊，又係咁唔知另外一個團員咧就同佢傾偈，咁啊知道佢係猶太人，又好有學問嘅，又唔知讀副筆上講唔知教乜嘢咁啊，乜嘢啊？我等佢兩個傾，我話企喺度，咁後尾第3者咧走嚟同佢傾，咁我當嗰個人講嘅時候咧，我就心裏面用方言禱告，因為我全班人都信方言禱告。嗰個人講嘅時候，我哋兩個人咧又為佢，因為不確而同啊！我時時都係咁樣，即係已經知道。我又同佢講，後來我同佢講嘅時候咧，真係咧我講俾你，唔係好佢同你咧直情唔係咁樣。而家我講呢個話咧，同佢敬道嘅時候咧，完全我嘅 feeling 咧係唔同，唔係好似而家好似咬緊嘢食，好清楚㗎。咁咧又話用聖經嚟到解釋。後來講完咧時候咧，另外嗰個即係佢兩個都知道我成日講哇，神嘅恩膏喺你嗰度。佢話你頭先講嘅完全咧唔同㗎，唔同你平常講嘅。真係當聖靈嘅恩膏膏抹你嘅時候咧，你講話咧，我自己會 feel 到。我而家咁講嘢咧，都好似有啲阻隙咁啊，有嗰條脷好似厚咗嚟咁樣啦嚇。但係我當同啲猶太婦人講嘢嘅時候咧，真係唔同啊！所以咧，我哋隨時咧都係隨時隨地要靠聖靈嚟到作見證。嗱，講翻咧試探啊，咁咧我哋點樣講話用經常記錄啊？好可能嗰兩個人咧，一個好可能佢唔係基督，即係唔係讀聖經咁明確。佢就用佢嘅經驗啊，你好，佢又同意佢。但係當時咧，我已經食緊嘢，你知食緊嘢，我唔講得嘢啊嘛。有一句兩個講，我聽埋。到佢講，到第二個同佢講嘅時候，我又聽啦。咁啊到我講啦，我係咪用咩？聖經，因為佢猶太人信聖經噶嘛。我話你知唔知啊？聖經就係咁樣講，聖經就係咁講，講到耶穌再又講彌賽亞。咁啊！呢啲就唔好講。咁啊，上我講啫，耶穌受試探，我哋受試探，點樣勝過魔鬼撒旦呢？要講經上記著，聖經點樣講，你先得先。唔係你嘅經驗，唔係某人嘅經驗，唔係你聽到乜嘢。聖經點講？但係因為聖經咁講，有個人嘅經驗符合聖經，咁咧。你就會勝過。點解我哋又講話開闊啊？講翻開闊，我分晒好多，今日好可能你講我分晒好多。
第二點咧係咩啊？攻擊攻擊控告我哋，用攻擊自己親人攻擊，所謂控告咧係喺呢個啟示錄嗰度睇下啟示錄，嗱你知道咧有人嚟到控告你啊，你一睇基督徒咧，你要知道成日都有控告你，12章第10節。啟示錄第12章第10節，咁我哋睇講完晒咧，我哋會為弟兄姊妹祈禱啊，因為呢個好緊要，控告因為有一個公義。第10節12章10節，366頁。第10節係咪12定18？ 12章第10節。最尾啊，最尾聽埋唔緊要第10節總結讀晒佢。幾時啊？揾唔再？未。嗱，你揾下呢個聖經咧，你要知道。 366係最尾嗰度。366。哦，第12章啊？係12章。第幾節啊？第10。第10。我揾到啦。大家一齊讀。我在天上有大聲音説：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國度並那基督的權柄，現在都來到了，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弟兄的已經出下來了。弟兄勝過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。他們雖至於死，也不愛惜性命。好嘅，夠啦。嗱呢度咧就講話咩？神有權神嘅救恩能力國度同埋基督嘅權柄，現在用到。我頭先啱啱同阿張日講權柄同埋能力嘅，係咪淨係單憑你講啊？anyway，呢唔講嘅咪又差啦。嗱，佢也在我們神面前點啊？幾時告你啊？周日對弟兄，你睇到幾時告你啊？晝夜嘛，晝夜控告我們啊嘛，兄弟啊！魔鬼撒旦，朝頭早又告你，日頭又告你，夜晚又告你，瞓覺告你，走去發惡夢，係嘛？所以我講咩啊？呢個魔鬼唔放過我哋嘅，佢要晝夜嘅，你睇下有邊個？好人，我叫阿堅啊。阿天娜病咗。天娜病咗，天娜嗰又係我啲嗰隻眼出血，咁啊血管都爆血，再會咧，佢出到眼眼嘅爆血，我因為為佢祈禱啊，天有人敏感。咁啊，魔鬼唔放過我哋喎，魔鬼咧係晝夜喺邊度啊？喺邊度面前嚟告啊？神面前。神嘅面前告，嗱呢度有一堂道啊！我今日講咧又係好亂嘅。總唔知咧，我講嘅啫，我以後又解釋俾你聽。因在神嘅面前，你要記下記住呢度。魔鬼晝夜控告我哋，但係我驚唔驚咧？唔使驚，因為佢已經被摔下。即係咧，本來魔鬼係喺天空上嘅，神未創造人之前有做咗天使。但係呢個叛逆嘅天使魔鬼啊，反叛神，話好似喺以賽亞書14章嗰度咧，就講到佢反叛過，要升到高啊，我又點啊咁啊，我要至高者同等啊咁啊嚇，咁咧佢咧就被摔下嚟嘅，因為佢背叛就被摔下嚟，控告我哋，因為佢搶咗我哋嘅地位，搶咗我哋嘅權柄，唔係人㗎。最緊要佢嘅權柄搶咗我哋咧，佢咧，所以喺地上咧係受咩？聖經講話，全地受咗呢個惡者嘅控告，受咗全地咧受咗魔鬼撒旦嘅控制，所以聖經講話，全世界嘅人都臥在那惡者嘅之下 ，OK？但係我哋咪臥在惡者之下咧，我哋已經被救贖脫離魔鬼，但係佢仍然可以試探我哋，仍然可以控告我哋。OK， 控告咧就係你點啊？我哋勝過佢，勝過魔鬼撒旦係靠咩啊？羔羊就係羔羊嘅血。